所以呢，这个今天的这种讲课呢，我刚刚说的这个基础这个概念呢，只是我们一般的，因为我们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一个人能够学到的这个范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在这个范围内呢，我们必须安排一些时间来这个学习。所以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这个有些课必须是为表面是表面上比较容易听得懂的，那我们说哦，它是基础课啊。但是呢，我们真正的这个修行成为自己的这个生活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那个生活态度，或者这个修行要应用在生活上的话，那就是一生斗啊，就是最不能离开的，就是《入菩萨行论》和《不净上师言教》。因为《入菩萨行论》里面就是讲的是完全是这个整个佛法的一个大乘的菩提心的教学的整个的次第，菩提心。那普贤上师言教里面呢，就包含了整个的金刚乘的一个基础的次第啊。所以从这个人生难得，最后我们修到这个上师瑜伽，还有普瓦法，这些都是其实是属于呢这个大圆满潜心引导问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两个呢，其实一般的我们这个大家即使普通的这种修行人来讲的话呢，这两个内容已经是非常足够的一个这个修行的一个内容，这个修行方面的一个学习的内容啊。那这个部分我也不用再重复了，我们就已经讲过很多次。那今天呢，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应该是呃《入菩萨行论》的这个第七篇第七篇呢又在讲什么呢？第七篇里面主要讲的内容是精进精进还是精进，反正呢就是六波罗当中的金巴自正若巴尊者金巴自正若巴第四个。所以呢，整个的菩萨的修行整个的菩萨修行实际上就是六波罗蜜多波罗蜜多。这个六波罗蜜多当中的这个前面就是布施、持戒、安忍，后面就是有禅定、智慧，这五个中间的一个就是今天正在我们所讲的这个内容。它为什么在中间呢？这方面有呃弥勒菩萨曾经对于这个方面有做出一个结论，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解释弥勒菩萨他有弥勒悟珠什么悟珠弥勒的这个悟论弥勒悟论可能比较好听得懂。弥勒菩萨的五个论珠，这个当中一个叫做庄严经庄严经论，庄严经论的这个经论的这个里面呢，特别强调这个六波罗蜜多的次第的顺序方面的一个这些解释为什么他们的有这方面的顺序呢？其实蛮有意思的这个我们从学术的角度来讲，也要知道它的顺序是有没有特别的一个安排。因为大家有时候经常非常喜欢问问题有一些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的但是呢，比如说年初为什么要108个呢？为什么一定要什么什么7次？为什么要念7遍呢？为什么不是8遍呢？如果念这8遍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其实有些这种的我也很难回答，有时候
或者少了一个，如果会有什么问题呢？那我就是用这种，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回答，有时候知道怎么回答啊，但是有时候呢，我们藏人呢，就是不会去想那么多，就是比较简单的，有时候就是 OK 啊，这个法本里面就很明确的说要念7遍，OK，我就念7遍，8遍念8遍，但是有时候确实他们也有特别的一些解释。有一些呢，比如说佛经里面经常为什么出现八字，这个跟宇宙之间的什么讯息到底有什么联络呢？一个连接吗？如果大家可能有时候现在都会就是大家想的特别的这种范围特别广了，所以就是如果用这样来问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啊，有没有特别的连接？但是有一些是数字是确实有它的针对性的一些解释啊。但是呢，比如说今天我们讲的六波罗蜜，它的顺序为什么不是在前面呢？为什么直接在第二个的位置呢？这些呢，也许大家也可以问。你们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吗？有想过的举个手。没那，没想过啊。对，那有兴趣吗？知道这个过程这个顺序吗？LC，你想过吗？你有看过？没有具体想过这方面。杰努，你想过啊？好奇过，没问过。OK，所以呢，其实不是在前面，为什么？其实我们曾经在学习，儒中论的时候，应该我记得我讲过的，基本上我讲过，而且经庄严论里面就是有这方面叫阿玛拉丁起玛戒啊，菩提树知道这个藏文叫阿玛拉丁起玛戒，意思就是说前面的是因，后面的是果。他们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你像一个普通人刚刚接触佛教，或者甚至根本不懂佛教的，最近我学到一个名词叫小白。最近我接触到比较多的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说哎，我是小白，他们说这样说的。以前好像在台湾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因为有些我们认为自己是小白，小白就是说完全是什么都不懂啊。菩提树啊，你们那边有没有人说小白？对吧？应该可能是流行用语吧啊。哦，没有给了，对，滚耶，OK，小白就是什么都不懂的。其实你什么都不懂没关系，但是对这个上司、对这个法有一定好奇心，至少对修行有一点点的兴趣的状态当中，你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捐钱。这是有时候我们一直在这个捐钱的范围的话呢，那是比较可能是这个容易成为就是这个没办法说不上是真正的修行了，OK，是彻底的修行。但是呢，它是一个过程。你捐钱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对这个发挥的水洗啊、上师的供养啊，那就是慈善呐、那些大家真正在做一个真正的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你去这个参与啊，你看到一个需要帮忙的人，你去赞助那个帮忙啊，那些是不是范围的东西？广泛的布施，当然布施有细节上有3种布施，但是我们现在以菜布施的角度来讲，这个比持戒还容易。第一个，因为它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呃这种节律、见地什么概念，只要你相信因果、相信福报就可以了。做布施，有些商人呢，他有钱，他愿意做事情，但是自己没有事情，只是给钱，也是布施，没错。这个布施慢慢成熟了，
你累积了一个福报，然后慢慢让你遇见了这个善知识，遇见了真正的佛法，这个因缘越来越成熟的时候，戒律就会有了。因为戒律是比较修行的过程当中的比较更真实的一个开始。所以呢，这个你能够受持戒律的话呢，你要下满人生什么各种各样的条件，这个条件的基础在于你的福报有关系的，累积质量。以前我们要去修行的时候，有时候是这个经济条件上呢没有足够的一个资源的时候，也是非常大的问题。但是也不能变得太有钱，也会成为修行和学习的障碍。就像当时六祖慧能要去见那个弘忍大师的时候，如果有人没有愿意帮助照顾他的妈妈的话，对吧？啊，他那个时候有一个好心人，承蒙一颗什么，他不是那边不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人，他就是这个赞助这个慧能，然后就是协助他目前的生活安顿，然后他自己安心去寻找这个弘忍大师的。所以呢，他如果完全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呢，就是也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曾经舍利子他发过一个愿，这个愿是很有名的。藏文里面说：“하장추부침당도울부침도머지샤아리며침도끼니는랍도종아토버쇼。”这题是你听过吗？他说：“我将来我不要生为非常富有的家庭，也不要投生为非常贫穷的家庭，刚刚好的一个还可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然后就是我有机会，希望我有机会这个修行出家。”这是释利佛，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的法愿。当然，他不需要这个法愿，因为他这一生就已经阿罗汉了。但是呢，他本身的这个愿，这是其中一个他的愿，他的传记里面有这样写的。所以呢，布施是其实有时候是特别好的一个结缘和慢慢引领这个修行的一个节奏。所以有一些我们身边他没有真正的因缘修行的人，也鼓励他做一些布施，上供下施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对吧？是这样的。那第二个呢，持戒的话呢，无论是在家人或出家人，就是大家都就是可以受持戒律。受持戒律的时候呢，不是只是有一些精神上的协助，你自己自身的身口意已经参与这个修行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第二个。然后安忍是什么呢？你受戒之后呢，那更多有机会面对个别的这种很多的这种个别的这种对境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能够修持安忍，尤其是大乘佛教的这个安忍的，就是修持呢，特别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如果我们起嗔恨心，对菩提心的损害是非常大，所以要特别的要能够修持安忍。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修持安忍，你需要有一个宁静、非常平静的一个心态。这个平静呢，你生于你的戒律，可以成为这个平静的这种一个心态的一个根源。如果你本身的这个受持戒律，你内心非常平静、非常祥和、非常特别的时候，不容易这个外在的一些这些嗔恨的这个对境，不容易影响我们的相续。
这个逻辑大家觉得有道理吗？是的，其实实际上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说我要修安忍呢，我们去，比如说早上我们去办公室是要上班，然后你觉得我要去安人，可是中午听到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些，别人说你啊，或者这个老板骂你啊，同时呢就是也整你啊，不知道同时有没有什么，也是这可能会让你非常生气啊。那个时候呢，我们要直接要修安人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呢，本身有一个我们说的心理素质，或者一种自我的这种情绪啊各方面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能力，具备这个能力。这个具备不是一天两天的，这是一个生育的一个节律来，就是其实是调整你的内心的。但是节律也不能说是哦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那种强制性的一个压抑和要求来定义这个所谓的节律。有时候节律是其实很自然的，内心非常自在的，以这个状态来，然后就是手持这个节律。所以这种节律是跟你的外在不一定100%的关系，而且内心的支撑，我看看，对，就是一直在于这个政治真言不放逸的政治真言的状态，那就是一个很好的节律。今天蒙九仁波切啊，你们知道蒙九仁波切吗？禅修这个今天在这边有开始嘛，我刚刚去听，他这个针对这边的藏人，然后用藏文讲的，我就从头到尾我用荣声频道也有录制，但是他是藏文，他说他经常就是这样说的了。其实实际上他喜欢用某某做比喻，大家应该熟悉，喜欢听他的开始的就比较熟悉。他今天也用某某，那我现在是这个就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嘛，我觉得可以也跟你们分享。其实仁波切讲的都是非常简单、非常基础，大家都经常听到的一个概念，但是他讲的非常生动、非常专业，大家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不是我们的学识不够，知道吗？而且我们这个怎么有技巧的应用或阐述，这方面我们很多方面就是受限制的啊。我们讲出来的反而就变成大家听不懂，或很复杂，或很麻烦，或很难，就是那种感受。那仁波切刚刚讲话确实是非常有他的一个方法的。仁波切说，比如说你因为今天教的很简单嘛，念欧曼白面红，意念不是嘴巴念，闭上嘴巴，然后意念，这是1分钟的这样的欧曼白面红，也就这样。但是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那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念头，肯定有的。仁波切也是，当你打坐的时候，觉得要做到完全没有念头，他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讲的很直白，这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很好的一个预防针，或者一种坦白。为什么呢？因为经常我们觉得是我要做如如不动，意思就是说好像没有任何反应的那种概念，知道？其实这个本身是错的嘛。所以仁波切很直接说，不可能没有念头。所以他说某某，他说比如说一个什么70某某什么某某，就是里面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东西的这个好吃的那些某某5个某某种某某，
假设他说都过来了，你要拦住这些某某，不去想吃某某的时候的那种某某的那个念头是不可能的。他说来5个某某，100个某某没有关系。他说某某就是包子啊，包子某某。那难道是你一边观想的时候一直都在某某的那个念头来了，没关系吗？仁波切说，只要是你观察到你自己没有忘记原来在念的欧玛尼巴美吽，既没有忘记念欧玛尼巴美吽的状态当中，某某来不来你就不要管，就这个意思了。因为念头本身是很奇妙的，你就是确实在你本身在念欧玛尼巴美吽嘛，你还在这个状态的时候，那就是某某是其实是不能来的，实际上。某某的那个想法是不是就来的话，也其实这2个就是那个某某他的那个念头，你不影响你原来的欧玛尼巴美吽的那个念头的时候，那其实是真的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不然呢，你就是一直要克制，我不要是念头，我不要是念头，它就是念头，最糟糕的念头。而且那种压抑会有一个翻弹的效果嘛，那可能会让你更有情绪。所以呼吸法有时候为什么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蛮收神的，蛮有帮助的。因为当我们这个真正来守护这个呼吸的这种感受和那个已经一直训练这个呼吸法，这不是仁波切讲，但是我就加上这个那个状态，如果你能够安住或持续的话呢，我们烦恼不容易产生，不容易做错，不方便了。其实是很特别，因为这个的时候，你现在有一个受保护的一个状态。我们当时打架也好，做各种各样的坏事或跌倒或什么的时候呢，其实那些是完全是一种那种空的一个状态，不是那个空性的空，完全是一种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那种状态，你自己根本好像忘记了自己的那种感觉，那个忘记是很那种无名的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那种啊。所以呢，戒律这个概念呢，有时候这个就是这个政治正念来，每一个当下的发生的事情都有这个觉察的能力的，而且又不是很刻意和什么样，这是我自然而然你知道这个状态，自然而然你就是不离这个状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政治正念不放逸。这个是，尤其是《如菩萨行论》里面，在前面讲戒律的时候，就是菩萨戒的时候的戒律的根本在于这个地方。这个曾经我们讲过了，但是我们就是这次暂停的时间有点很长，所以呢，我也担心大家可能会忘记了，所以我们就是也再重新的这个一起会议一下，就是戒律。当然，我们用个别戒律来讲，哦，什么是别戒、多戒，什么是菩萨戒，什么是沙弥一戒，有多少什么什么，这些是另外一个细节，它的这个另一个细节啊，但是反正呢，它为什么呢？就是布施和持戒也有因果关系，所以呢，先有布施，再有持戒，然后再有持戒，再有安忍。安忍后呢，你肯定是更加的亲近，因为你修持安忍成功了，你内心有极大的那种发喜悦的状态。你前面有了这个布施持戒安忍的时候，你的内心获得了一种非常这种殊胜的这个喜悦，喜悦就是爱这个
非常热爱修行的那种态度会一直增长。热爱修持，热爱佛法，热爱学习，热爱文字，那就是清净的定义。曾经我们说过，纵纲给了诸瓦无，清净系于爱，系于法，什么系于善什么的，它是乐于善，系于了。这个第七篇的一开头就是要讲到这一部分，我记得。然后呢，那个状态当中，那当然是你要下一个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当中呢，就是你能远离很多的三轮和掉举，不是三轮和这个昏沉的对境，你更加能够专注禅定。所以禅定和清净是也有因果关系的。因为你做禅定呢，就是还要更多的这个方向。这个部分在下一个一篇里面我们要讲的，外在的环境的禅定的这个障碍，内在内心的情绪啊、执着的这个禅定的障碍，你要去除两种障碍。这个两种障碍在入行论的下一篇里面讲的特别仔细。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修禅修的时候，为什么要专门学阿兰若？阿兰若就有这个道理在。阿兰若，今天是不是有新的学生了？都是我们旧的学生吗？威尔是有一个新的学生，是哪一位啊？令还是威尔？不知道他叫什么，是我从其他群，就是他想了解更多，然后我就把他加进来了。哦，原来是可以。当然他先可以体会一下，但实际上呢，我们希望以后认真学习以后，正式的要加入的话呢，就我们群里面呢，大家听课的时候要非常专注、认真，也开镜头，然后就来就是尽量的这个一起积极的参与啊。哦呀，那今天我们大家记得上次讲到哪里吗？这不是28集那个471页吗？是的。好，哎呀，看这个今天的这个节奏，这个内容很有意思的。소남기는류대라키바이는샘대나잔돈코르니장는냥지잔다지대교。那我这个屏幕啊共享，因为有些可能今天还没有这个法本的，我就跟大家一起。那么我们请慢慢你念一下这个福德。好的，是从29开始是吗？ 28吧，应该我们28念一遍吧。好。福德隐身是，智巧令心安，为众畜生死，菩萨起彼厌。对，因为皮炎是清净的这个香味的这个个劲，这个微远最或者就是你开始皮炎或者有点疲倦或有点厌烦或开始没有兴趣的时候，那个就是已经开始的最大的一个退步的一个开始了。我们也是啊，一开始大家有一些人就是对上课很有兴趣啊，对这个学习很有兴趣啊，对这个上师很有兴趣，慢慢，可能你觉得没有兴趣了，没有感觉了，那就是
对这个真正的修行来讲的话呢，那个时候要知道这是一个障碍。有时候魔不在外面的，我们的这个情绪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对修行不利的这种情绪和念头和这些产生的都是障碍。所以这边呢说，菩萨呢在处于这个生死，就是轮回当中也，菩萨不会厌倦，菩萨不会就是觉得很无聊，或者觉得很烦，不会有这种。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菩萨呢一直有这个福德，所以就是有足够的福报的时候呢，菩萨的身体也是这个适，就是这个盛时就是没有不适的那个身体呀，各方面的这个居住它的条件，那个也是菩萨，因为他修来的福德足够了，所以呢，他的身体呢就是永远都是他是这个一个健康啊。反正就是这个身体上和一些生活当中的这种障碍呀，比较少的意思。另外一个解读啊，是这样的：一般的福德呢，带来的其实是我们身体上的一个这种圆满啊，身体上的一个幸福。但是智慧善巧提拔，有智慧的人，他的智慧所带来的呢，就是内心的喜悦、内心的快乐、安乐、内心的幸福。所以呢，菩萨当然就是这个知巧之啊，所以就是他就是能够他的内心就是充满着这个喜悦、幸福。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这个为了一切众生出于，就是一直在轮回，他去愿意待在轮回的那些菩萨呢，怎么可能有这个厌倦或者疲倦或者疲厌，就是那种有点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内心有足够的力量和就是要强大的这种内心的智慧和方便，是巧就是善巧。当然在藏文里面就是能 kiba 的这个直立翻译成知巧，实际上呢也可以说知智慧的知。所以这个知真正的得到的就是内心的安乐。所以就是福德能带来的是身体的安乐。所以呢，就是菩萨呢最有智慧的人，所以就是他们的内心是再怎么样都是非常非常安乐，这是开心的一个状态的。所以这一点呢，有时候内心非常非常这个安乐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还有我们就是不去讲到一个比喻啊，当然我们一般来讲，比如说在澳洲，比如说今天有没有人中乐透？中乐透的中大陆是怎么用的？中乐透中奖，中奖 ，OK， 中奖了，可能有几千万澳币，你中了几千万或几百万澳币啊，这是今天他举的。但是科学家和很多人研究了，他中奖者，他对上次我们的对谈当中也有人去用到这个比喻了，他将来的2年左右可能会他的幸福会就有幸福感，然后慢慢变成普遍的这个幸福感，甚至不能保持原来的这个幸福感。原来没有中乐透，普通上班的或者打工的那个时候的幸福感都没有。所以就完全这个中乐透呢，不但是不能保证
这个不幸福感，而且会破坏原来的那种幸福和平衡的那种心态，再也拉不回来。那你数呼吸的，数呼吸，通过数呼吸一直能够得到的或能保持这个幸福的心态的那个效果啊，这个幸福感的这种是完全是超过了这个乐土，它是科学这样研究过的，至少是你的这一直能够维持这种一个快乐和幸福有幸福感的这样的性质。所以他当面问说，如果你今天有机会数呼吸法来，就是维持你自己的幸福感，或者你中乐透，就是你2年可能上升了一些，然后再下降到比原来更惨，你要选哪一个？大家很幽默，大家说我要选2个。所以我们一般人很难想象数呼吸法有什么得不到的嘛，对吧？就是中乐透几千，那就是很难想象，大家肯定是选第2个。但是我们真正的去，如果我们真正的去思维的话，我们要的钱不是这个钱的那个值哦。当时在印度那个钱，我前几天都烧了几千个卢比啊，前几天，为什么呢？上次我去台湾的时候，一个台湾人给我，你去印度用吗？我知道在印度现在不能用，又不能换，但是我说好好好，我拿了。结果带到这边也没有用啊，换也换不了啊，因为这个钱已经早就几年前就在印度政府完全是这个钱就作废了，所以你有再多的就是有再多的垃圾。而且当时印度很多有钱人非常麻烦，因为他丢到别人看到的地方的话呢，也政府会发现说，哦，他原来是有那么多的市场的那个钱，是非法的嘛，连丢和少都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钱呢，根本不是那个钱那张纸，而是那张纸能换了我们对他的期待，我们相信他能换来幸福的。所以为什么中奖就是这么希望我们能中奖的？其实是有这个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希望它对我们能带来幸福、快乐的。所以呢，当然呢，这些我们一般人讲来可能很难理解吧，也许啊，但也没有关系。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其实不是这个，但是重点这里说，说那么些呢，历代了，去把人信掉。就是福德因生死，知巧令心安。就是生死，我觉得这个生呢翻译的我觉得很好，就是对身体带来一些方便的，只能这样啊，舒适方便，这是我的解读啊。因为这个藏文里面2个都用的就是2个都是安了，但是中文呢用生死。方便，当然你有这个房子啊，住的地方舒服啊，这看起来交通方便，什么方便？就是这种身体上的很多的一个方便，没有错，这个也是福德，金钱有关系的。但是呢，这个方便能不能带来内在的幸福呢？那我们都知道，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个是知巧令心安。所以这个接着要说的是什么呢？所以呢，菩萨有的就是这个，不是中奖，就是这个内心的深呼吸，不只是深呼吸，它有充满的智慧和禅定的力量，它有各种了不起这个殊胜的三摩地，所以他们的内心呢，就是一种最心安、极为心安的那个状态。所以呢，为众除生死，为了生死，就是这个中文里面经常生死2个字和我们藏文里面用的轮回，kurva 是一样的概念。所以呢，这个生死是轮回，这蛮有意思的，这个中文很有意思的。藏文里面就是 kurva 就是轮回，但是中文里面为什么有时候用生死？因为轮回就是一个生与死的一个循环，
或者这个过程，要不然在死，要不然死，要不然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就这两个一个重复，一直在重复生死，所以直接用生死来形容这个轮回的。所以这个中文这样的这个翻译，不是翻译文的，就是经常就有这个用这样的一个用法，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确实轮回就是生死的一个重复，所以呢，菩萨们呢就是有内心非常强大的这个力量和智慧和慈悲和智慧和这个禅定，所以他们是最在哪里都的，他们就是不受任何外在的这个轮回的影响嘛。所以呢，不受影响的时候呢，就是不会有疲倦和厌倦，不会觉得感到疲劳。所以呢，你内心够强大，而且对你自己的所修的法越有信心，那你能够处于很兴奋的状态。你很兴奋的时候，就是不会研究了，就是很这种，就是你自己这个就是要充满着这种兴奋、快乐的状态，所以就是很开心呢、所以这个就会成为了真正的精进修持。喜悦发喜，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佛法的功德利益？有这个原因的。你不懂它的功德利益，你不明白它的真正的这个功德的时候呢，你觉得哇，这那就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意思？但是呢，我们问世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课本和没有一个讲法是绝对解决所有我们的疑惑。所以这个呢，就是要各种方式来，不断的要提升自己，增长自己的智慧，但是这个也要有一个分析的能力和总结的能力。这个都没有的话，有时候我听了这么多，到底要干嘛？学到了什么？也有这个可能有时候自己感到一些疑惑。所以这个呢，就是有时候要分析的能力。有时候要总结的能力，就像一个演出一样，有一个有开始的方式，中间有一个中间的样子，最后也有最后的一个样子，是不是这样啊？